写本数紧来描，云好好爱环保，会害人的本数紧来描，详细看几大车，人变本数写真行，看袂晓，路拢易行，乌空予别人跳，家己开活，规身躯拢本数的人是做缘投，嘴要收掉，目内头壳规组害了了，认真认后温柔善良加善奇怪，拢伊上高，陪一杯开甲袂看口，学一个假傲，好笑，无人懂的调，合着伊念伊随无命，这款的本数也毋紧来拼。身躯拢分数的人是做缘投，嘴要收掉，目内头壳规组害了了，认真认后温柔善良加善假怪，拢伊上高，陪一杯开甲袂看口，学一个假傲，好笑，无人懂的调，合着伊念伊随无命，这款的本数也毋紧来拼。伊个本数人，哦吼，你就是本数人。谢谢谢依玉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来，谢依玉，我强调很久，我要你唱歌有态度，你终于今天让我看到有一个态度。但是今日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说，有的音其实伊唔免拖遐长，这首歌爱的是一种态度跟美感，你要再试着拿捏的更细腻一点，分数更高，那你就脱胎换骨了。你就知影讲，哎，迄个开口要安怎唱，嘿，过来了后，你再去摸索抒情歌曲要安怎分寸安怎抓，细腻度怎么去取决，知道吗？今天你这首歌，我要赞赏你的是很有态度 ，OK， 你将你的态度终于展现出来了，还有那个律动，我觉得很棒，有进步，哈。谢谢老师。那抑郁这首歌，我觉得你有把那个生气的感觉有唱出来，啊，开始有那个态度出来。因为这个歌其实不好唱，啊，那它是一个中版的歌，但是是有点生气，然后可是你要维持你声音的那个漂亮是有点困难。那你今天这个歌唱得很流畅，我觉得很好。